各位兄弟姐妹平安，真抱歉哈，我已经当了3年的淡水教会的家宰，但是我的台语好像没有很多的进步，所以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说声抱歉，可能在以下分享的内容多半以华语为主要的分享的内容。感谢我们的主，上帝的恩典确实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也更感谢上帝的带领我们青山教会能够来到历史悠久的淡水教会，一同在今天的主日当中敬拜荣耀我们天上的父神。在这里，传道也代表我们青山教会，向我所敬爱的郑牧师，以及淡水教会的小会员，还有众弟兄姐妹，致上满心的感谢。谢谢你们愿意接纳我们为着建堂的事工前来请安募款，并在我们的不足与缺乏上，你们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代祷，成为我们美好的祝福。我深信，因着你们的祷告，我们将看见上帝大能的双手继续带领着我们，经验到上帝丰富又奇妙的爱。乌尼浪米红米上，这是我们布农族最感谢、最满心的谢意。在这里再次向着我们教会、我们小会、我们的牧师说声谢谢。在我们开始进入到今天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慈爱的父，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，谢谢主你带领着我们青山教会以及淡水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在主你所定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可以同心合一来敬拜你，来荣耀你。更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敞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有一个专心的心，在你的面前聆听主你圣灵的引导。也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赐福以下的时间，使说着听着同受上主你的造就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在我们教会的生态中，有许多的记号或者是图像，都有它的意义和信仰的提醒。例如，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行驶的车辆后面贴着一个鱼的记号，我们就几乎可以认定说，哇，这个车主他是信耶稣的。又或者，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看见5饼2鱼的图像，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耶稣基督喂饱5000多人的这个神迹。我们也深信，耶稣所给予我们的祝福是丰盛有余的。当我们看见高高竖立在教堂上的十字架，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？我们会想到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你我的生命，甘愿背负世人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实践爱的生命的记号，而十字架爱的生命是由2个部分所组成。垂直的部分是表示爱主你的上帝，水平的部分则是表示爱人如己的生命。这2者加起来就是十字架爱的表现。我们要如何活出基督爱的生命？我们也要如何活出十字架上爱的表现？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从我们今天的所读到的经文来看，当这位文士来询问耶稣说，诫命当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？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29节里头，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听，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，其实是引用《申命记》6章4到5节。
耶稣清楚地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爱上帝。那我们要如何活出一个爱上帝的生命呢？传道以下要分成3点来跟大家来思考学习怎么样来爱我们的上帝。第一，就是经文里面所提到的，你要留心听。在我们教会的讲台正前方其实有写着4个字，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？这4个字就是请耳以听。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提醒，因为要爱上帝之前，就是要先认识上帝。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认知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的有限，所以我们需要透过教会的牧师、传道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上帝。当我们愿意来到教会聆听真理的教导，我们不是只有人来听而已，身为听众的我们也必须要为着我们自己付出一点责任。所以我们要去思考、了解我们所听到的教导。如果我们没有去反复思想上帝的道、上帝的话，那我们所听到的真理就很难扎根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这4个字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。我们来到教会里头，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愿意请耳以听，领受上帝的教导跟真理的话语吗？如果我们不愿意真正将心思意念专注在上帝的话语里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4章5到6节的那一个撒种的比喻一样。这里说，有这个种子有落在前土石头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了根，就枯干了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认真、专心的聆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就很难活出一个爱上帝的生命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来爱上帝，我们必须先调整我们敬畏上帝的态度，认识上帝的态度。我们要先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聆听他圣灵的引导跟教导。第二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是唯独信靠上帝。这里说29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，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。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十诫里面的第1条诫命。诫命告诉了我们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我们所敬拜的、所认识的上帝，就是这一位独一的上帝。而在诫命传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将要进入的迦南地里头，是一个宗教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，所以上帝透过诫命的第1条，告诉了以色列百姓说，唯独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。在那个环境当中所侍奉的神，在那个环境当中所认识的神，都不是，只有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。这里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我们对于这个信仰，对于基督的信仰，我们是不能做一个劈腿的基督徒。我们既然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就要尽我们的全人，尽我们的全意来学习，来爱他，来尊崇他。因为唯有我们认定他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，他才是我们唯一的上帝时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爱上帝的生命。第三，就如圣经经文所说的，30节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在我们现代中文译本，它是翻译你要全心、全情、全意、全力
爱主你的上帝。我们知道，全心是包含了我们人的一切，心是掌管人心思意念、意志，甚至人的规划以及信仰和伦理行为的中心。所以我们要来爱我们的上帝，心首当其冲就是要先定睛在我们的上帝面前。就如箴言里头所说的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而发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必须要将我们自己的心定睛在他的施恩座前。有许多基督徒来到教会里头，可能像传道一样，我是第3代基督徒了。那因为我的信仰经验，可能导致我来到教会里头，我没有办法全心的专注在信仰里头，所以我对信仰的爱就不会如初代的基督徒这样子的火热。今天的经文勉励我们要全心的将心思意念放在上帝的面前，这样才能够活出一个爱上帝的生命。再来是说全情，情这个意思本意是指我们的呼吸，呼吸是生命所联系所维系的，那意思就是指是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爱主我们的上帝。如果我们想要来爱上帝，除了我们的心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包含我们所有的生命，我们的肢体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全情是包含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，就是指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如果我们要爱上帝，我们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学习来爱上帝。爱上帝的生命不是只有来到教会参加聚会，这个叫爱上帝，包含我们离开了聚会的环境，进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学习活出一个爱上帝的生命。最后，权利是指我们的行为，利这个字是表示一个动词，表示我们爱上帝的心志，爱上帝的决心，不能只说不练，光说不做。我们要爱上帝，我们也要必须付出我们的全心，付出我们的全力，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教导。耶稣说这是首要的诫命。那其次呢，就是爱人如己的生命。爱人如己这个词是耶稣引用出自利未记19章18节。在利未记19章这个篇幅当中，它其实主要是在讲述一个圣洁公义的律例，它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如何在生命当中，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合上帝心意圣洁的生命。那爱人如己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一个圣洁的生命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唯有让自己成为圣洁，才能够亲近我们的主。那成为圣洁的目的，其实就是要保持我们与上帝那良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的第一个首要步骤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先学像我们的基督，要先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才能够实践那爱人如己的生命。我们知道爱这个词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的出现，但是当我们要面对活出爱的生命的时候，却是有许多的挑战。在爱人如己的生命当中，其实我们需要循序渐进的实践这一个爱的教导。它就像我们吃鱼一样，我们吃鱼都是会先夹起鱼肉，然后再挑里面的鱼骨头。爱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我们要循序渐进，我们要先学习爱我们自己。当我们懂得爱我们自己之后，我们就要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朋友。
当我们爱了我们的家人、爱我们的朋友之后，我们要活出那个爱，去爱那些需要被关心的弱势族群，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。最后，爱的最高阶级的挑战，那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，爱我们的仇敌。在这个爱的过程里头，第一首要的就是先爱我们自己。爱我们自己，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私的、自傲的一个生命，而是要透过我们爱我们自己，重新找到上帝给予我们人生的那个定位。我们都知道，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，是使我们成为一个管家，治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。那上帝的创造是照着他的形象，并且吹了那一口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本当应该是要像上帝一样，是尊贵的，是荣耀的。但是有很多现代的基督徒，因着工作环境的压力，因着社会关系的一个冲击，甚至因着自己内心的封闭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先自己拒绝了自己，我们先自己看不起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抹灭了上帝创造我们那个荣耀尊贵的身份。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爱自己了，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呢？当我们透过爱自己找到了这样子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，我们也有一个责任，那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管理这地的责任。这个责任不单是让我们管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块土地，而是要让我们以真正实际上帝的爱活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那美好的责任。当我们学会了爱自己，我们要学习爱我们的家人。爱家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古早的那个铜钱？就是它是一个圆的，但是它内心是方形的。其实我们爱家人的生命，很多时候就像这个铜钱一样。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朋友，对于我们所亲近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很圆融，就像铜钱的外表一样很圆融。但是回到我们的家中的时候，我们却像铜钱的内心是一个四方形，处处与我们的家人作对，处处与我们的家人纷争，在家庭当中没有办法实践耶稣基督爱的生命的教导。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真正爱人的生命，我们要怎么爱那些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呢？所以盼望透过今天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我们能够再一次改变我们的心智，改变我们的爱。我们知道十字架上的爱其实是一个牺牲的爱。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，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先要求对方，而是要先学习改变自己，要求自己，让自己能够接纳、倾听家人之间的关系，建立那美好爱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头。当我们学习爱我们自己，爱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就更可以勇敢地看见在社会当中那些被边缘化的、那些弱势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对他们活出上帝的爱。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美好的榜样。我们知道，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，好消息并不是先传给住在皇宫的这些贵族，而是先传给当时在节庆里头仍然在工作的这一群牧羊人。他们是被社会遗忘的，他们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，但是好消息的福音，爱的福音就从这一群被社会遗忘的人开始。当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降生时，他们也跟着大声的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也来看耶稣基督，当他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并不是直接就从耶路撒冷这一个当时的首都来开始做传福音，他则是先选择在耶路撒冷边界被遗忘、被看不起的那一个加利利城，开始传讲上帝的福音。
从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他是在乎而且重视那些社会当中真正需要被关怀的人，那些社会当中被人遗忘、弱势族群，那些被边缘化的弟兄姐妹跟团体。当我们领受到上帝的爱，我们能不能真正的付出这个爱，去关怀那些社会当中需要被关心的弟兄姐妹呢？最后，当我们也学习到耶稣基督爱的教导跟诫命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习爱我们的仇敌。爱我们的仇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通常成为仇敌的关系，这个中间一定有彼此的伤害跟彼此的误解。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，如果要活出一个十字架上完全整全爱的生命，我们就必须要学习爱我们的仇敌。我们要将我们的仇敌对于我们的伤害，对于我们的这些误会，交托给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爱有限，需要透过上帝的爱，耶稣基督怜悯的爱、牺牲的爱，帮助我们能够去接纳、去包容、去原谅我们的仇敌。从传道刚刚所分享这2个诫命里头，我们知道要活出一个爱上帝的心、爱人的诫命，容不容易啊？其实有它的难度。但感谢我们的上帝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天国是努力的人得着的。既然我们今天领受到这样子的教导，我们就要努力的向着耶稣基督那十字架上的爱学习。在传道的生命经验当中，有几次就是因着我看见这样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，成为了我现在牧会一个极大的动力，也成为了我在困难、在软弱时一个极大的鼓励。还记得在1年多前传道还是神学生的时候，我就在贵会我们的淡水长老教会做神学生实习。当时其实我一知道淡水教会愿意接纳传道在这个地方实习的时候，其实我心中是忐忑不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跟汉人的教会相处过，而且是这么大间的教会。而且在当时就我所知，玉山神学院在差派神学生的里头，我是极少数是原住民进到都市的大型教会来服侍、来学习。这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，甚至我心里会想说：哎呀，糟糕了，我长得小小的、黑黑的，那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我脏脏的，然后就不跟我亲近？哇，那再加上语言上的不通，会不会导致我跟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建立那良好的关系？但是在我这么多的疑问、这么多的这种难处、这么多的忧虑的时刻，我仍然鼓起勇气，我相信这是上帝要给予我学习的功课。我就进到了淡水教会，来这里跟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小会跟我们的郑俊豪牧师一起来学习，从教会对待我的生命，从教会恩待我的生活跟服事里头，我就真实看见耶稣基督的爱就在这间教会里头。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族群，虽然我们的肤色有一点点的差距，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我在这里的实习跟这个学习，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。甚至有很多的信仰前辈都会主动的来教导我，在教会的生态当中应该要保持怎么样的态度。这些前辈他们这样子恩待我，就如同我像是他们的儿子一样，让我在这里真是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。不单如此，在这段实习的过程当中，跟着我们的郑俊豪牧师的身边，跟在他的背后学习，也确实成为我很大的鼓励。郑俊豪牧师带我，不像是带其他人一样，他带我很像他的儿子。不要笑嘛，
他待我就像待儿子一样。虽然我跟他年纪差不多啊，但是他对于我的教导，对于我的爱，甚至在我做错的时候，他都很直接的纠正我的生命，纠正了我在服事当中的不足跟软弱。我也从曾俊豪牧师这样子细心的陪伴我，细心的照顾我的里头，我看见耶稣基督爱的生命。这真的是成为我在服事上一个美好的动力。再还有一个例子，传道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。我的师母是我们淡水教会的姐妹。当我跟我的师母认识的时候，第2个月，我的师母就跟我说：“我父母亲邀请你回家吃饭。”哇！当时我的心也是非常的急躁不安，因为我不晓得要怎么样面对我的岳父岳母。我就抱持着一个紧张的心，我就来了这一次的这个餐叙。那当我一踏进我的岳父岳母家的时候，我因为紧张我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师母就说：“啊，妈，我回来了。”我也跟着叫说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就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，我几乎没有叫过我的岳母说是阿姨，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称呼。我从第一次见到我的岳母，我就叫妈。也从那一次开始，我的岳母也真实待我的生命，就像待亲儿子的生命一样。她这样子不断的帮助我，成为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个美好的帮助。从这2个经验，其实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无论在我淡水教会的实习，以及在我跟岳父岳母家庭当中的相处，我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这一群人都是敬畏上帝的百姓。当他们越加的认识上帝，当他们越加的将生活回应上帝的爱，实践上帝的爱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就能够散发出一个如同耶稣基督那个爱的生命。其实不用太多的装饰跟伪装，我们就能够真实感受到那个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这个经验成为传道在牧会一个极大的动力。我们青山教会在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一块土地上，目前这一个公民里这个社区只有我们这一间教会。所以我们教会虽然是隶属于中部布农中会的教会，但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联合国的教会。我们里头有着各种不同的族群跟百姓。我看见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这一群以耶稣基督的爱恩待我，不在乎我们族群一样，甚至我们的肤色，甚至我们的语言不同，他们就是用耶稣基督爱的生命教导我，影响我。我也深深的告诉我自己，在我牧会的生活，在青山教会的服事，以及在青山教会未来的走向，我们也是理当要学习像耶稣基督爱的生命一样。我们没有任何的设限，我们也照顾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所有的汉人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所有的族群，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爱的诫命。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爱的生命，我们必须先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真实认识我们的上帝？我们有没有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？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全人实践上帝的教导、爱的诫命时，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因着我们爱上帝得着改变，好让那个爱人如己的生命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这不单祝福我们的生命，也成为我们身边一个美好的见证。盼望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活出一个上帝爱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慈爱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你的恩典、你的爱、你的教导，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学习主你的真理，
能够活出主你爱的生命。也愿主你亲自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在今天你的话语使他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田，使他成长茁壮，有30倍的、60倍的、100倍的。愿你的圣灵带领着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生命当中活出一个美好爱的见证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